講到這，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隨即公布，針對全球60個貿易夥伴國家牽涉強迫勞動等不公平交易行為的301條款調查結果，其中也建議講呢，這美國就要對包含台灣在內的14個國家，另外加扣10%的關稅，其他46個國家是扣12.5%的關稅。這個消息一出來了後，中國是唔承認講因有強迫勞動生產，然後面也批評講這項關稅措施並無正當理由。川普政府引用國際緊急經濟管理法對貿易來訪國扣對等關稅，今年2月已經和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違反。不過川普的關稅還未實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隨即去公布，在1974年貿易法中的301條款所做的調查結果。主張美國60個貿易夥伴經濟體無有效禁止造成無公平貿易行為的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美國，所以建議加扣10%到12.5%的關稅，其中台灣是被建議加扣10%的14個國家之一。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這是為解決美國在全球市場面臨較大貿易逆差的問題。Driving all of these deficits, we believe, among other things, are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One of these is a tolerance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made with forced labor. 這擺公告是301調查定數之一，最後的稅率還未定限，而且要經過川普政府一定定數。英國表示，在打擊全球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英國企業未正做幫兇。加拿大總理下年是表示無意外，並列在12.5%關稅中國，除了否認有強迫勞動，也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單邊關稅。歐盟也表示，因為這理由扣的關稅是不合理的。I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European Trade Commissioner, Maros Šefčovič, before we sent this out, and he gave me his views, I gave him mine. Both sides are committed to compliance with the trade agreement. 這邊是巴西除了強迫勞動以外，也個和美國向301條款另外調查所謂貿易電子支付等貿易不公行為，最後真濟商品被建議加扣15%關稅。總統盧拉接到消息了是真生氣。O tratamento que os Estados Unidos deu ao Brasil esta semana. 301條款調查結果出來時陣，對美國甲印度實體貿易談判進行到最後階段。消息傳出，和印度是真解藥，而且印度甲中國共締12.5%的關稅戰績。根據彭博報道，印度已經否認強迫勞動的指控，佢指出，這問題應該在進行中的貿易談判空氣之下解決，唔是透過單方面的加扣關稅。公視新聞洪如梅報道。美國打算要用強迫勞動做理由來甲台灣呢扣這10%的關稅，佮講台灣並無禁止強迫勞動產品出口。咱的行政院強調，勞動部和經濟部會建立下部會審議機制，決議了後會用貿易法做管制法源，限制輸入強迫勞動的貨品。國際鐵馬大廠巨大集團去年和美國指控講涉及強迫勞動，方發布針扣令，禁止台灣的產品輸入美國，引發關注。這麼美國以強迫勞動做理由，計劃因301條款扣台灣等10外國10%的關稅，佮點出台灣無禁止強迫勞動的產品進口。因為美國對等關稅稅率的法源失效了後，改採貿易法和301條款做貿易戰的基礎，這是引發政府關注重視。我們是已經跟美國完成協議的國家，為了維護 ART 所爭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對的優勢，我們會持續跟美方來密切溝通，來全力鞏固我國的國家利益跟產業利益。未來也會持續的精進雇主直接聘雇移工，優化仲介評鑑制度，提升外籍遠洋船員勞動保障等。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列11項強迫勞動的指標，包括烏白用弱勢、限制行動、扣身份文件、用債務白條和過度加班等不法的狀況。事實上，台灣遠洋漁業強迫勞動的案件真多，包括美方3擺列入強迫勞動的清單。人權和勞動團體對政府在提升移工勞權的部分無法度理解。貿易法它如果沒有跟着這個相關的修法，特別是除了美國之外，歐盟他們的這個禁止強迫勞動商品的規章也在明年就要上路。台灣的
遠洋漁業其實很有可能會被列在資料庫裡面。大力的推動就是說政府對政府的直接聘僱，而同時要對那種惡質不良的仲介採取撤照處分，才能從根本斬斷剝削。行政院強調，為了幫助業者預防強迫勞動，在2月時陣已經發布企業防治強迫勞動的指引。勞動部含經濟部會建立下部會審議機制，過期了會以貿易法來做管制法源，限制輸入強迫勞動的貨品，提升供應鏈的勞動人權。記者綜合報道。